总统以主他两岸的论述强调讲，台湾唔免阁另外宣布独立。2024年大选是民主甲专制选择。另外一边就是国民党。国民党新北市长这个侯友宜甲南洋县市首长呢，进入中常会，秘书是咧为这2024年咧做准备。风声讲国民党上紧伫5月份就会宣布定调侯友宜，连这个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嘛表示讲，目前党内态势已经真明朗，就是侯友宜。要过像这个立委陈玉珍议员咧挺郭台铭选总统，学者是分析讲，赖清德维持蔡总统现有的基调甲方向，未流失绿营甲中间的选民。那国民党的两方的论述已经变成一个负担，因内部的路线要超未拄好。穿插甲过去无共款，赖清德穿朴实的西装，正是去民进党提名参选总统后头一个公开行程，来到桃园变现的新屋分园。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台湾自然而然也不是所谓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前一天，民进党提名总统记者会，包括未接受一中原则、未接受九二共识，一国两制，赖清德推出两岸论述。赵帅祝福高票当选。同时间，国民党中常会公布头一批立委提名参选人，成为提名委员的侯友宜出席背书。活动中，朱立伦、侯友宜两人徛伫咧上中，县市首长董务高站徛两边，无讲的就是提名侯友宜选2020选总统。不过，若是讲到两岸论述，学者分析，若是提名郭台铭两岸论述，可能较瓦近马英九的主张。不过，若是由侯友宜出战，侯友宜会方看作是国民党内本土派对一中这个概念会更加谨慎。绝对不是蓝比绿股，它是超越蓝绿非常好的一个明显的手掌。就算党内有无共款的声音，不过听朱主席选用低调的方式了后的第三天，就已经对几两位党内高层讲要低调的人，就是侯友宜。时间点上紧5月底宣布。朱立伦嘛伫咧思考低调过程，免做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、各民众党主席高文哲做整合。我个人觉得说，侯市长应该就是好好的再把新北发展好哦，那顾好这个新北这个地盘哦。礼拜6回来再说，对中华民国有信心。朱主席敢会当成功整合郭台铭的态度是关键，伊是连续去美国、日本访问，替2020事铺路。若是确定定调侯友宜等于过党的家母的，敢会阁出现4年前分裂的局面？那赢2020事是要赢，内部就要先安大好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